福音书21章第1节，咱要看到11节，相关的耶稣，请咱看银幕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1章第1节到11节，现着我来读。因行近耶路撒冷，到伯法其甲橄榄山的时，耶稣找2个学生，甲因讲：恁去对面的乡舍，连面会拄到一只驴白地，有驴啊，甲蜜地地，偷开，牵伊来我遮。若有人甲恁讲啥物，就着讲。主欠用伊，伊领面要送伊来。这个事情是要应验早托先知所讲的，就甲孙的查某囝讲：你的王来就近你，温柔搁骑驴，甲驴所生的驴啊。学生去照耶稣所吩咐因的去行。牵驴甲驴仔来，将家己的衫厝伫因顶面，耶稣上去骑。众人中较侪将家己的衫铺伫路里，有的带手机铺伫路里，前行后退。的众人话讲：大笔的好的和散那，伫主的名来的得着恶乐；伫至高的和散那，伊入耶路撒冷，通城摇带，讲即个是水。众人讲，即个是先知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。以上，下面咱要请本堂的老应验团队来讲道，伊要讲的题目：前呼后拥的诱惑。台语安怎读？拄则咱第9节。白话字安尼讲，前行后退的有限，前行后退的有限。兄弟姊妹平安。主耶稣伫2000几年前进入耶路撒冷城，伊的门徒前行后退。兄弟姊妹，咱对来了吗？请咱三角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讲阮要跟对你。因为跟对主的人行天路是大有福气，是幸福的。主啊，但是阮有时会袂记你。主，你行了后，今仔日这条路过5天，你就要为阮受难。死，总是第3天你要过活。主，行死亡这条路，行十字架这条路，行阳光的这条路。主，阮要对，总是主，阮信心无够。阮有时会软正，主，阮有时会受诱惑，恳求你来帮助阮，用你的话语，互阮听了会当明白，会当过去行出来，互阮有勇气，互阮有气力。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相信伫即礼拜中间，有一个真大。有关咱大家未来的消息，就是伫要就任的蔡英文准总统，伫即礼拜伊公布一项代志，就是未来有一个人权内阁。当伊公布的时阵，即个电视一直放送，讲换位置就爱换头壳紧啦，有影啦。以早伊毋是总统，以早伊毋是内阁，总是即马换了位置。咱的头壳就爱换了。咱古早无信耶稣，无军队主上帝，咱的头壳甲即摆头壳是无共哦。你若毋相信，来照看卖，真正无共。因为咱已经是有福气的人的头壳。当咱诚侪基督徒，咱要即个换了头壳了后，咱的期待是毋是甲主耶稣的期待有相款啦？就亲像咱期待即个人权。蔡英文总统讲，接落来伊就是毋是干那经济的改革哦，是全拢总政治，甚至道德嘛要改革。
总是真可惜啦。人格内阁不是合作完全内阁，爱改名看，不是爱改姓。今仔日咱要伫遮来讲，不是干那完全的主，伊完全呐，咱无相信，咱也无军队，甲咱拢无关系。今仔咱要讲的这位完全的主，伫2000几年前的今仔日，伊行伊活地的目的，主要所出世活地就是要为咱受死，就是要受难，就是要互侮辱，就是要点点拢无讲一句话，死就是在基地为着咱替咱死，要来救赎咱。只要咱愿意相信的，咱拢会当得到这个福气。耶稣门徒实在是袂明白，因为古早因拢耶稣若讲这个新约的代志，耶稣一定讲啊啦，嘘，唔通讲，时候还未到，总是今仔日咱读个经文，耶稣的门徒伫前队前行后队中间，心内一定有一个咧想内心戏啦吼，青年定啦讲内心戏，一定搬一出去讲，今仔日我出运啦。对打以后，跟军队耶稣的人就是安尼啦，互人安那，哇，前队后杀吼，咱的主迄个白话里老师讲，这是前队后杀咧，你物件也袂用的咧，你无爱得到这福气，后壁一直甲你杀啊，出运啦！总是咱是出运无毋对，总是咱这个运有共款运啊，无共款运啊。阮都所望的、所相信的，敢是行搁个他这个苦路吗？是即要共死要当国活吗？这是咱基督徒咱的福气哦。当咱每一年到中秋节了后，咱的主耶稣要受死、受死，定时日价要搁活，咱要相信伊的人，同款有这个福气。咱要甲咱的主耶稣同死，咱都要搁同过活。遐个无好，咱要同死，我们要同复活。咱有安尼望，总是当咱啊无清楚，也无用的时阵，咱实在真恶相信。啊，敢有影？这路遮尼歹行呢？毋是圣经讲，这个拯救者就是爱真安那。真霸气的啊，骑马会当来征服罗马政府的，迄个时阵，犹太人因相信的，圣经讲的弥赛亚要拯救因的，是这个有霸气，骑马总是今仔日骑什么咧？骑愈啊无当紧，过5天伊要安那？毋是霸气，是安那？没气。5天以后，咱的主耶稣要定伫十字架。对霸气变没气，对今仔日前行后杀，到5天以后，大家去用记讲，你毋是对主的人，无啦，你啉对啦，毋是我，走甲无半个，兄弟姊妹，咱是对主的人，咱是对主前行后杀，也是当咱拄着恶担当的时阵。咱讲无，毋是我，毋是基督徒。今仔日咱就要来看这个无共款的差距。门徒甲犹太人因所期待的无共，当咱若期待甲现实无共的时阵，传道拢定定讲这叫做啥？悲剧啦。当咱还未结婚前吼，前有咱有新婚的，传道拢会问讲：恁对婚姻的期待是啥物？白马王子。白雪公主，从此以后怎样？幸福快乐哈，阿门。靠主的人会当幸福快乐，总是嘛是爱行一条同死同复活。你若是家己足大的，我望的，我望是安尼啦，总是实际上结果是安尼，哇，差距这么大，就是这么大的悲剧。好无咱伫主耶稣的面前，咱的愿望，咱所想要的，是不是跟主有一样？是咱甲主所期待的，
无共款，安尼咱真正信主的人，信甲真悲剧。总是上帝甲咱讲，咱是大有福气的哦。所以咱定定就爱来检查咱家己，是毋是咱生活中有足侪威胁、足侪诱惑咧？少年人讲，传道你无你讲得清楚，啥物叫做诱惑？诱惑其实就是讲有内心的欲望，也是有无共款的。有人用一寡手段，互咱所明捌的、读壳的、所想的、原来计划、原来定准的，这个是啥物？指啥物？这毋是时间哦，这是啥物？指南或什么指北？你若摕出来，你去迷路，摕出来看，你就知你的方向，是毋是？人生真济时阵会迷路，摕出来看就知。总是若是伫咧你的生活中，伫你的指南针、指北针边仔摕一个这啥磁铁，结果安那对啦？敢若有经验的款？有啦，咱定定有这个经验啦。这就是什么诱惑？这就是什么迷惑？总是这磁铁是安那？是暂时的哦。上帝一定看伫放伫这个地球上，这个磁场是安那？不会改变的。上帝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。诱惑是一时的，总是你若用阮诱惑啊，就悲剧了。咁好，咱定定来思想，咱生活中有遮的物件，真做死铁来死咱无？万年，也是心中的欲望，也是啥物？也是骄傲。遮个有搁较济，会遮做咱生命中人生的准则会歪去啦。咱今仔就是要来学习，当初2000几年前，文道甲上帝所听的这子民，因嘛被迷惑了。安怎会迷惑？就是等一人经文要讲的，总是主讲，伫圣经内面讲，人生道路中，主讲要甲智慧的人同行。这上有智慧的是啥物人？智慧的源头是啥物人？上帝。敬畏耶稣是安那？智慧的开端。是毋好无？咱伫一生中间。咱定定伫咧行路迷惑中，摕到咱的指南针、指北针伫遮摕出来，上帝要指引咱头前行，而且要甲咱行。虽然你看袂到伊，有当时你甚至无法度体会到伊，总是咱的主耶稣袂甲你计较，袂甲咱计较。讲啊，你拢无注意我，袂，伊无去杀咱，伊要甲咱斗阵伫人生的路当中。今仔日经文伫第1节甲第5节中间，就讲到，伫本来伫旧约就已经写了，伫撒迦利亚书早就写安尼的记录。若小可知影对旧约读了有小可头的人，伊就知影这位拯救者弥赛亚，毋是要骑马，不是骑马打战这，不是霸气的。若小可有读的，早就知影。咱的上帝有应允，伊要安那？伊是要骑啥物？驴啊！而且耶稣早就安排安那？讲学生讲，你去到倒位，遐就有一只驴啊！甲迄个人讲，主欠用伊，甲伊的主人讲，伊的主人就会互恁来牵来。早伫旧约就讲着伫神。查某囝讲：“你的王要来就群你，温柔搁安那骑驴啊，甲驴啊所生的驴啊，驴甲驴啊所生的驴啊，早就安尼讲。所以若有读圣经的人，伊就安那欢喜，就踮遐安那学乐讲好山啊，拯救真正够啊！总是圣经读无透啦，总是迄个时代教因的。”敢若传道安尼，传了无头啦。圣经真正讲的，伊敢若读到字面的意义，伊敢若读到字面的应许。上重要的是讲是，伫旧约已经讲，咱的主耶稣要骑驴啊进入圣城，过来就是拯救要到，总是毋是霸气的，毋是用强权。弥赛亚是安那？
温柔和平的，是要上十字架，是要被钉死。这种我想，甲时代拢无共，所以咱读圣经，刚好唔读字面尔，咱就爱明白主耶稣的心意。咱可能会讲传道我无读圣学院，我毋是讲解，无要紧。上帝要来引带咱，要来启示咱，总是咱愿意军队无，也是咱愿意军队咱内心。伫2礼拜前的暗时，我去一个迄个帮我推拿的师傅引导，一入门，咻，滑垒不成功，左脚3根指头拗着，随正起来，袂当行路。甲拜三灵命更新的时阵，张思聪牧师的时阵，恁就看到传道拿一支黑色的雨伞，因为有一个长老甲我赖写讲，传道，我建议你拿个伞。我就真正真乖因为有够疼啦，无举嘛袂用个吐一个。过几工变一支，这有进步有人就真正真体贴，迄个传道讲传道举这支较好看，迄支雨伞较无好看，这支较好看甲拜6的时阵举啥物？空气两工进步就有人讲，哎呀，感谢上帝，传道你互上帝医治好其实还佫足疼啊！你今仔看传道，顶礼拜就知讲行路足慢，每行一步，这3支，尤其这小妞妞这支一行落行一步，听一步。总是顶礼拜是咱的福音主日对啊暗时有人来看电影，已经有人伫咧咱中间嘛我要传这个得救的福音，这个医治的大福音。我有甲青年讲，我哪通好牙关呀？我这支爱甲血杀甲血杀好无？好多谢啦血杀总是还佫足疼啦。请问我啥哪会血杀？我甲青年讲，我就是靠主靠信心宣告，上帝已经医治我啦。总是每行一步路都是安那真疼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其实我心内所愿的是啥物？是望上帝来安那来甲我背书。我讲的是啥物？讲的是上帝，你话语有应验伫我心中，所以我安那有经文来应验。讲主你要医治我，其实我内心是啥物？我内心是主迄天拜6伫遮，一手要搁举麦克风。一手我要搁举管啊，一手搁要举圣经，是要啷举无等一支调好无？兄弟姊妹，这也毋是真惊我的心。我内心有一个啥物声？有够见笑的啦，有够无民主的啦，举啥物管我才几岁？我青年传道呢？什么开玩笑？18岁马上变88岁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人啦，唔通用经文来甲咱背书，咁好？我想咱上帝爱咱是真实的，唔是用虚假，用这来骗家己，来骗上帝。上帝真知。佫一个有限是啥物？如我所爱，我所爱的啦。你看人遮济，信主的人就是遮济坐甲满是信主的人就是大福气，我就是爱去传福音袂使一2个尔。迄天学生绝对心安那足样的啦足稳啦！你看我信着啦，我对着啦。咱人的心就是有要想要互人看重，咱一个人行的时阵就感觉肝真郁卒。你知无？迄天同款，迄天嘛真侪人郁卒的心来看耶稣，总是因的动机拢无共。也有人来看耶稣是要看好戏的，也有人是要来看耶稣是要感谢，一定有，因为有人去耶稣来医治。有的人想讲要过来看，可能有新热的款有的人更较有心的，就是伫因的民族中间，当因若摕樟树枝出来的时阵，就是安那有人革命要成功因为因有安尼的经验。伫因的迄个时代，几百年前，
因就捌反抗，捌革命成功过。因凯旋归来时，都是举什么樟树枝，而且因画什么河山啊，河山啊，伫主的名来要得到俄勒，因是一个暗号啊，紧的啦，反攻起义，较紧的啦。其实伊是咧画像紧的，耶稣你较紧的啦，你莫搁安尼遮低调啊啦，你著遮尔大官能的，你毋着较紧，较紧来救。有偌济人来看主耶稣，伊的心是想要得到什么？心怀得殊，要得到疏解。兄弟姊妹，咱伫来教会，是咱透过敬拜俄勒，透过受宗，咱的心会得到疏解，心怀心情会得到透白。感谢主。总是主耶稣毋是安尼尔，毋是要互咱心里得舒服呢。上帝甚至要互咱可以得到纾困。你要爱纾困无？纾困的意思是啥？你的困难得到逃放。咱毋是要伫个遮得到舒服呢，咱要伫遮要重新得到快乐，咱要得到上帝的纾困纾困方案拢来啦，你要爱无？要吗？哦，只要说要的都有，你要吗？阿们。说要不是这样而已，我们还要出去的时候用我们的行动，我们要活出这个福音。美国有一个家庭，因囡仔要出世，所以伊要送伊去伊的外家。美国真快，因来坐飞机，当因这对夫妇要头一个囡仔出世时，因就足虔诚的，因跪落来祈祷，讲主，阮要出门啊，恳求你来带领信主夫妻，阮的方向旁，就亲像一个阮要出门的时阵，咱文成长老讲，团队你带阮祈祷。这个家庭祈祷煞听，阿妹外口嘛，嘣，轮胎爆，我等下呢，拄啊祈祷是安那？刚才阮当礼拜开福音车出去。阮的李主姐讲：“传道，你带我们祷告。”有，传道祷告完那天晚上回来，玻璃已经不见了。传道较无力的看，干嘛呢？毋是，因为主知咱所愿的甲主所愿的有合无？主所愿的，所愿意互咱得到，甲咱所求的，若是还佫有差距，主伊会用伊的大权能来排解。这个家庭祈祷完，飞机阵飞去，无要紧，搁换一班。当伊要搁换一班时，电话来啊，伊的爸爸打来讲：“你毋是要去坐飞机？恁坐倒一班？迄个新妇坐倒一班？”伊讲本来要坐倒一班，但是阮车歹去，赶袂着。我好你加载，好你加载，迄个飞机安那失事。哇，恁拢知吼？感谢上帝，总是阮迄讲福音车破去，到即摆阮毋知上帝心意。阮无安那啦，头壳无破去啊哈！感谢上帝，总是伊的爸爸甲伊讲，我甲你讲吼，因为因爸爸是迄个救难队、消防队，我即摆要紧起来救急，来甲救人。因囝心足气讲爸爸，你稍等，爸爸，袂好。等下来再讲，挂掉。因爸爸就去救人，伊心内想要甲因爸爸讲啥物？爸爸，我敢会当带你信主？我敢会使带你决志？你敢会当成做一个上帝囝儿？因为这一定爱得到的福气，一定爱得到的确实。因为每一个人，团队都才有讲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困去，毋是暗时迄种困去啦。是什么种困去？死去。咱拢会甲耶稣基督同款，拢会死去。咱伫基督教内面讲，死亡就是什么？困去。每一个人拢会困去。重要的是，你要伫倒醒起来。当你醒起来的时候，若是醒伫耶稣的怀抱，感谢老主。总是你若醒起来，醒伫真烧的所在，而且永远拢真烧。迄个所在叫做什么？火湖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关心的人，当伊有这个确实，当伊困去，咱关心的人，当伊有一天拢会困去，每一个人拢会困去，
这是不变的真理。总是困去了，醒起来要伫倒位醒起来，这是真重要决定。所以咱知，伫人生中间，咱需要一位主伫咱中间，一位会当听咱的，亲像咱即马所听的，这位主伊一定为咱死，受咱的救主。咱嘛伫遮讲，愿意主，我要跟对你，我嘛要跟对你受苦，总是干那礼拜日尔啦。我若转去对遮出去了后，主耶稣拜拜。兄弟姊妹，咱是真做上帝囝儿，咱毋是干那礼拜日尔。刚好咱伫生活中间，咱嘛真做有福气的人，跟对主的人。你有安尼确信无？有无？有哪拄着安尼？你有无？你人生捌拄着安尼无？这是911的道。这个爸爸就是911的时阵去救灾，伊一日去，这个消息来就是啥物？你的爸爸已经因公殉职。兄弟姊妹，你会当想象这囝心内偌艰苦？很多常常咧讲，咱啥物拢会使让，啥物拢会使输，敢若一项袂当让，咱来赢过啥物死亡的关系？咱啥物人，咱哪有法度赢过？因为咱靠主耶稣，咱靠着主耶稣，咱真做伊囝儿，咱就会当赢过死亡的关系。这项代志袂使让，这项代志咱也互咱身躯边的人、上亲的人，敢好？因为这是真重要，而且是永远的哦，是永远的生，醒起来是生，也是醒起来困去，醒起来是永远的煎熬的，无期限的呢。你想无期限是偌艰苦，心内悲痛，要安怎？主啊，你敢有听我的祈祷？我确无真做你的囝儿，对你的脚步总是我会拄着真大的困难。总是主啊，我愿意来学了你，特别是伫遮尔艰苦的时阵，我嘛愿意来学了你，愿意来敬拜你。人自然人无法度敬拜上帝，一定讲我决定，我无管我安那拄着什么恶担当，我甲囥落，我忘情的敬拜，就亲像咱拄来去敬拜一样，总是咱千万唔通忘记跟随啊。咱可以忘情敬拜，但是不要忘记跟随主，因为对主才有效啦。你无对，无彩啦，真诶无彩。伫这世间，上帝要互咱的，只要咱去挖出来，上帝就是要按照伊的话语，每一句拢要来应验。真可惜，迄个时代的人，因所读到的旧约。迄个时阵，法利赛人，因只不过是甲即马足侪犹太人嘛同款，只不过甲耶稣当作是先知啊，只不过甲耶稣当作是安那足厉害的老师而已啦，毋是一个拯救者，毋是一个会当互因性命得到拯救的。咱就爱真做即个福音，互身躯边的人安那会当得到即个福音，会当来一个学了即位上帝，会当来。斗阵来军队，伫路加福音有记载的，但是今仔咱经文无记载。共款伫个记即项代志，张树基上尾啊，伫路加福音又讲，众人中间有几落位法利赛人对伊讲：“先生啊，着责备你的学生啊！”因应讲：“我甲恁讲，若真正啊，拢无爱讲，无要学了啦。遐个石头嘛要安那后叫啊，嘛要来学了啦。”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就不管得时不得时，拢爱来敬拜上帝，来学了咱这位主。虽然咱所求的，毋是咱所想的安尼，总是咱也是决意要来军队。迄个家庭2年了后，囡仔出世，差不多1岁外。有一天早起，有人来敲电话，迄个来弄门。一个女士甲一个先生带一个足细汉的囡仔，1岁外。伊来拍门讲，请问某物人，恁遮是毋是啥物人的厝？伊讲伊已经过身。伊讲毋是，阮知，伊的囝是毋是住伫遮？伊讲是，我就是伊的囝。伊讲马上，这个女士抱住这个儿子，伊讲
我要来甲你讲，多谢你的老爸，因为我伫911时阵，我伫遐上班，我走袂出来的时阵，咧等候救急的，咧有人来救时阵，有一个先生救难队来，一直鼓励我。阮知阮两个有可能无法度行出遐。我是基督徒，我已经准备好，我有这个愿望，所以伊就问，请问你敢信主啊？请问你敢得救啊？伊讲无。我的囡仔捌甲我讲，总是我无爱，总是即马我知，我要，因为人要死的时阵就知，我要爱这个拯救，所以这个女士就带伊伫困难中，伫活里中，伫咧等候急救的中间，带伊的爸爸来决志信主。大年啊欢喜的代志，兄弟姊妹。你烦恼的代志，上帝可能为你备办啦。上帝已经按照伊的时间，按照伊所愿的，伊的愿就是爱每一个人拢来得救啊。咱只要活出，咱只要去传福音就好啊。咱莫去想讲啊，这可能无简单啊，这可能无可能啦。刚好毋是亲像咱想的安尼呢。上帝所想的超过咱所求所想。原咱所想的，就是甲上帝所想的是一样啊。咱教会有一个兄弟甲我讲一项代志，伊讲，敢若伊的厝的人信主，伊家己甲伊的太太信主。伊讲，我爸爸、阮妈妈拢无信主，因拢无信主时阵，我讲安尼会较厉害，你妈妈遮尔开明吼，互你来信主。伊讲是安尼啦。因为我就祈祷上帝讲，上帝啊，我唔敢甲阮妈妈一个抵抗啊，伊一直无爱互我信洗礼啦吼。伊讲你去教会就好啊，莫洗礼无要紧啦，你去教会就好啊吼。啊，伊就祈祷上帝讲，上帝啊，恳求你来备办啦吼。有一天，伊就想讲好啊，无我就先去啦。伊妈妈叫伊来讲，来阿囝来，你紧去问教会看当时你通好洗礼。哪会想咧教我拢无共，发生啥物代志？伊妈妈讲，我甲你讲吼，我听讲吼，恁拢会等讲爸爸妈妈若无去，若过往吼，早互恁洗礼，啊，你毋通安尼祈祷，想讲恁的上帝想讲，要紧互你洗礼，紧互我无去哈。兄弟姊妹，代志毋是亲像咱想的安尼啦，事情不是像我们想象这样，好不好？咱用上帝眼光来想。上帝要成就一切，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。可能咱所求的，甲上帝即马无共款，但是透过祈祷，透过互相帮助，咱会愈来愈对焦啊。这个纵使会有诱惑，咱嘛会使有经过这个上帝话语、信心来帮助咱，无互伊来忧伤，互咱有智慧，互咱知影来敬畏上帝，互咱知影。头一个诱惑来的时候，咱就爱安那活去。传道条来甲青年讲，第一眼看见人家穿迷你裙，就想那个不是罪，但是赶快别开，莫搁看，莫搁想啦安尼啦。安尼了解吼？打开手机一直想要滑吼，第一眼是无要紧，但第二眼手就爱放来。抵挡第一波的诱惑，互咱性情充满咱，互咱就知影搁较谦卑。谦卑意思就是传道捌讲过，无家己的意思啦。上帝你的意思，互咱敬信彼此来帮赞，互咱甲上帝有这个交流，毋好互撒旦来赢过。咱来听听彼此来祈祷。我真爱一个一首诗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当我讲我是基督徒的时阵，我毋是讲我家己真勇壮，是我要承认讲我家己真软弱。我需要找求帮助我，会当向前会开力。当我是基督徒的时阵，我毋是讲我啥物拢知影，是我要表达讲我嘛有通是会有限，会无明白，像传道共款。但是我知影有一位上帝，伊要帮助我找到答案。
当我讲我基督徒的时阵，我嘛是犹原会感受到迄个痛苦，亲像针你甲我插一样。但是无同款的是，因为我已经加了一个人甲我分担，而且这个人是上帝，比我搁较大，伊嘛听我，有权柄，伊会当掌管，伊会当帮助我。当我讲我基督徒的时阵，我毋是要批评别人，因为我知我无迄个资格，我干那知影，有一位主伊深深听我。兄弟姊妹，伫咱人生中间，一定会拄到足侪有限的时阵，特别是亲像今仔中秋节，头前的人画休，后壁的人杀。咱咧军队中间，咱有足侪讲主啊，我祈祷你，主啊，如我所愿，如我所想，如我所望，如我所渴望。敢好，咱搁较侪讲主啊，你所愿意的，甲我所愿意的，会当拿来拿下。主恳求你来帮助我。虽然我会拄到真侪的困难。虽然咱犹原会拄到真侪恶担当的代志，内心还阁有迄个内心戏，讲有人咧笑我，有人咧看我好气，有人咧取代我，有人要甲我落井下石，有人咧讲我阴仔话，兄弟姊妹，遮拢会有。总是当咱有头一个这个想法的时阵，刚好遮的拢是有限。咱活转，要活转倒位？活转主，讲有人咧为我祈祷，特别是有一位大权能的主，伊放下圣性伫咱中间，随时为咱各方面为咱来祈祷，互咱有气力行对主的脚步，互咱有气力对主。伊来呼召咱行一条什么路？死亡的路，必须一定爱死的。神呼召我们走那个必死的呼召。换句话说，神呼召我们走那必会睡着的路，总是咱醒起来的时阵，咱是大有福气。上帝要互咱，毋是忍受这个死亡的呼召，毋是忍受。嘛，毋是互咱接受尔，伊的心意是要互咱享受这呼召、这死亡呼召我们必死的路，他要呼召我们跟随，而且他应允必与我们同在，跟他同死，要阁同过活。敢好，兄弟姊妹，咱要来唱一首歌，来正做咱的祈祷。我毋知即个时，你是毋是有受到什么代志，互你心内真艰苦心？咱三甲来唱这条歌。是毋是你的祈祷渐渐开了迷雾，流目屎，伤心流浪，亲像空气。主同款，你当了解，你实在的情形，伊的缘故，别人替你祈祷，有人在替你祈祷，有人在替你祈祷。有时阵你想无孤单，心内是一阵绝望，会记得有人在替你祈祷。是毋是你的环境充满一个烦恼，亲像船出大海？危险时钟，迄时阵有人为你暗中替你祈祷，你爱
主要使你平安，有人在替你祈祷，有人在替你祈祷，有时阵你想无够大，心的是一阵绝望，爱记得有人在替你祈祷。咱三甲来祈祷，兄弟姊妹，主耶稣要邀请你，到主的面前30秒的时间，你有担当心内白白的代志，主要伫遮来投放你，毋是干那互你心内投放，要搁互你大开来。主耶稣要互你纾困的方案，人通安心交托伫主的面前，30秒的时间。主啊，主耶稣要搁邀请咱回应伊。当咱交托了后，主讲：“我的囡仔，你敢愿意跟对我改变这项代志？这项代志我要对主来死，定伫十字架顶。这项代志，这项改变，放伫主的面前。”甲主来约束，听阮祈祷的主，阮感谢你。阮爱来祈祷，是因为阮就小看，因为阮无办法啦。主，阮来祈祷是主，无人会当明白阮的艰苦。主，是因为无人会当来支持阮。主，阮知你随时拢真做阮的帮衬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无放杀阮。你定定每一天提起阮的名，为阮来祈祷。当阮行袂落去的时阵，主你就甲阮抱起来。你抱阮行伫人生的道路上。主，阮感谢你。阮回应主讲：主啊，阮袂话，主总是你话。阮叫你帮助阮，阮有一个决定。阮要为主你来改变，主，阮已经失望过真侪遍，总是主一礼拜，阮要甲你同行受难的你，主，阮要甲你同顶十字架，主，阮要为你来改变这项代志，主，阮知你要真做阮的勇气甲开力，主，阮要用你的祈祷文。安尼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错阮入伫刺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